主后2022年11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杨哥徛伫锡安山山顶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启示录14章第1节到20节。后来我阁看，有看见杨哥徛伫锡安山，有144000人甲伊做伙。因个头遐拢有写杨哥的名，甲伊的爸的名。我听见有声对天顶出来，亲像大水在冲的声，阁亲像刺雷的声。我所听见即个声，亲像琴师在弹扽琴的声。因伫宝座驾驶的画面以及正长老的面前唱一首新的歌，这首歌除了对地上赎回迄144000人，无人会当学。因是毋捌亲近女性的在色男，杨哥无论去什么所在，因拢缀到遐。因是对人类中间赎回出来做起头式的果子，献予上帝甲杨哥的。因毋捌讲白贼，拢无缺点。我阁看见另外一个天使伫半空中伫飞，伊有永远的福音要传予踮伫地上的人，予逐个邦国、逐个族群、逐款语言甲逐个民族。伊大声讲，着敬畏上帝，归荣光予伊，因为伊审判人类的时到啦。着敬拜迄位创造天地海甲水源的主。另外有第二个天使刷落去讲，倒落去啦，予万国任伊淫乱的烈酒的大巴比伦倒落去啦。另外有第三个天使刷落去，大声讲，若有人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头遐也是手有嵌印，迄人嘛着啉上帝受气的酒，就是天地上帝受气的杯的醇酒。伊会伫圣天使甲杨哥的面前，受着火甲硫磺的苦楚。苦楚因的火焰冲上悬，永远无停。遐会拜迄只兽甲兽的像，以及有嵌着兽的名的印的人，明日拢袂当安息。因为安尼遵守上帝的命令，搁坚持信耶稣的信徒，着有耐心。我搁听见对天有声讲，你着写起来，对当以后为着主丧失性命的人，真有福气。圣神讲，是因会脱离劳苦，得到安息，因为因的所做会得到认定。后来我搁看，有看见一片白云，云顶坐一个亲像人子的，头壳顶金花冠，手举一支内的念力仔，念力仔是一种挂钩仔，也是麦仔的刀。阁有一个天使对圣殿遐出来，对坐伫云顶迄位大声发，着举念力仔来受割，因为受割的时已经到，地上的农作物已经真熟啦。坐伫云顶迄位就将念力仔迄落地，地上的农作物就收成。另外一个天使对天顶的圣殿出来，伊嘛举一支内的念力仔。阁另外一个管火的天使对祭坛遐出来，大声对举内的念力仔迄个天使发讲，用你内的念力仔挂地上规拍的葡萄，因为葡萄已经熟啦。
天使就将念力啊迄落地，挂地上的葡萄，将葡萄迄落去上帝大受气的酒窟。葡萄伫城外的酒窟，互人搭酒灰对酒窟流出来，大约有2公尺深，300公里长以上。羊羔徛伫锡安山山顶，甲启示录13章相对。大马灵召唤受来苦毒人的异象。14章的异象是羊羔徛伫锡安山顶，带予苦难中的受苦者极大的盼望。伫犹太人的信仰传统中，锡安山代表属上帝的城市。当末日来临，上帝要临到，搁掌权。羊羔代表基督，伊徛伫锡安山顶，代表上帝要伫遐做王掌权。遐个甲羊羔徛斗阵的人，额头拢写着伊甲天父的名，代表因拢是得胜的圣徒。既然仰望羊羔，无捌拉山的圣徒，拢得救赎。因徛伫宝座含死的画面，甲正长老面前唱新的歌，就是一首属灵的歌。这人保持圣洁，搁通参加羊羔的大宴席。伫遐大声唱军队羊羔的属灵新歌，迄是一首努力奔跑天路，却还未走完旅程的赞美诗。得胜者的特点是，因的额头有羊羔和上帝的圣名。因袂捌亲近妇女，因毋捌讲白贼，是无拍拉三个。这人保持在色，无拍拉三，代表军队基督人信仰忠贞，过着圣洁的生活。上帝要听候这个军队基督人跑完地上路程，互因伫天顶唱歌，而且只有因会唱这首新歌。因虽然伫大患难中受苦，还拼命奔走。上帝要等待最后一批得胜者的人数满，审判才会临到。少年时，我捌参加一个音乐福音队，对台湾头到台湾尾举行诗歌见证会。伫起初团员大家拢歌声洪亮，见证感人，对家己的音乐才能充满自信。总是到第4日，有人破病，有人因为乐器课伤冤吵得好，甚至有人精神出状况。所以，拄着甲阮自集做伙，伫上帝面前认罪，彼此道歉，流目屎祈祷。团员也围伫受恶者搅扰的姊妹身边，为伊换手祈祷，求主医治。迄暝，圣神同工更新阮的性命。阮重新认捌服侍团队是倚靠上帝的恩典，毋是倚靠个人的才能。骄傲互阮受恶者攻击，当阮跪落来流目屎祈祷，彼此认罪，心就受洁净，重新得力。使徒约翰接续看到受挂五谷甲葡萄的异象。代表上帝接纳遐个军队基督人，搁惩罚遐个拜寿的无公义的人。上帝大受气，审判的酒流到城外，因3公里长宽，深大约2公尺。这象征上帝审判无所不及。上帝是创造的主，任何人也是政权，拢无法度打真理，达出上帝荣耀。上帝虽然一再互人机会，总是人若毋肯悔改，拢爱面对审判。
日想，这段经文提醒人爱警醒，伫末后的服侍甲征战中，着紧按军队主。我有得胜者性格的特质无？我是毋是服从上帝命令，正做忠实伫耶稣的上帝子民？这段经文提醒人爱警醒，伫末后的服侍甲征战中，着紧按军队主。我有得胜者性格的特点无？我是毋是服从上帝的命令，正做忠实伫耶稣的上帝子民啊？咱来祈祷，主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把机会去验证，搁伫五谷成熟的时，愿意去收割，通互搁较侪人会通进入上帝国度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